台语世界疫情的无奈。2021年6月30，文录音陈金泉，8月2翻写林义正。8月15宣布停课无停学，规个刑事款式拢乱去，着重新调整时间，搁整理教案应付随着要开始的线顶上课。虽然免出门，毋过简单调整教学计划，就互我母甲乌天暗地，加在团队合作斗3工，真紧就顺序。想讲一档2礼拜，应该真紧就通恢复正常实体上课。哪知一档2礼拜，连续接落去，第2、3档到6月28学期结束。哪知疫情也未转好，袂当放心解禁，搁煞接到7月14，所以进行中社大的课就确定这学期无法度转去实体上课。想起5月8，才顺利完成社区台语文比赛。隔工5月9母亲节，搁会当找机会去探访同学高龄95的妈妈，甲伊开讲，听伊讲话，搁就近去赴朋友兜聚餐、啉酒、泡茶。拄着真久无见面的朋友，哪食好料，哪泡豆，哪啉酒。过转工，就搁疫情冲悬，过月就紧急破停班停课到呾。讲来社区比赛顺利完成，5月9母亲节迄天中昼，阁会当遮尔欢喜，甲朋友做伙。迄暗阁通全家做伙食饭，实在是禁控进前的小确幸。这将近2个月来，上第一做的就是洗手、洗身躯、喷酒精、甲洗衫。逐摆出去入门，就爱先为头洗到尾，搁顺续洗衫，为内到外全身。有时阵感觉淡薄神经质。3顿食的物件，拢大部分处理照电视料理教学家己做的，为饼到鸡卵糕、意大利面、甲烘起司、披萨、甲炖饭、水饺、甲炒饭，逐项变。食的拢是本来无咧食的各国料理。3顿时间真准时，食了就休困，规个生活步调拢乱去。活动空间缩小，毋是客厅就是房间，规日摕倒徛徛。地书应该困的时间，煞定定颠倒困袂去，真无容易。用要规年才减落来的体重，不觉中无2个月就连本带利拢补回来了。无法度就找机会，骑脚踏车出去活动一下。若无正经的练行路，就强要感觉困难。但除了预定5月26要举行的社区比赛颁奖，嘛着搁延期落去。7月20到23的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看办势嘛着爱延期接办。进行中的社区台语罗马字班，为5月15拜六开始实体停课。除了每礼拜六下晡的读册会，甲拜日暗的读经班维持线顶进行以外，还有5节课，看起来嘛应该着计划用线顶补课才对。真侪改变，甲无确定性，互有定的代志无法度照时进行，是足烦的事。毋望疫情赶紧转好，控制后通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是心所愿。